有一个姓王的工人，昨晡8晚5点外的时阵，为台北捷运海山站上车了后，伊举记个仔磨东角，立刻看到是拢惊一条，是赶紧用对讲机来通报。因来邦桥警方是出动5个警察去府中站抓人。 台北捷运府中站捷运警察手提着盾牌到月台顶，因为有乘客通报讲有一个查甫人伫咧捷运板南线车厢内，拿一支巨雷啊，摕一个唔知什么金属一直磨，看到会惊。放地上，放地上。不是的，你要干嘛啦？了解一下啦。哦，我问这个而已，奇怪，你要干嘛？ 手举巨雷啊，是这位38岁姓王的查甫人，伊是伫咧做工的，礼拜下昼伫咧捷运车厢内底，将这个工地用的巨雷啊摕出来，用这个铜铁啊一直磨，讲是想要将这个巨雷啊磨好金，验高煞惊到其他乘客，乘客用对讲机通报，捷运警察接到通知了，伫咧府中站将人带落车。经调查，为一名王姓男子手持锉刀于捷运车厢内搓磨铜块。 此举引起民众恐慌，按下对讲机向捷运人员反映，并请王男下车至月台。捷运警察加邦桥派出所的刑事组，总共5位警察入去月台抓人。姓王的查甫人是讲，伊是想要用这个铜铁啊，将这支巨雷啊磨好金，并无举起来。警方伫咧侦讯了，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